Hello，各位買賣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 VP 賽馬研究。嗱，隔咗一個禮拜冇跑本地馬啦，嚟到禮拜日啦，夏令賽事啦喺沙田咧，將會有11場嘅草地賽事咧，就等緊大家噶。今期啲多寶啦都幾豐富噶噃。六環彩啦有380萬多寶啦，另外第五口孖 T 啦，即係第11場咧就有100萬多寶啦。而另外咧喺兩場嘅三級賽第6同埋第8場咧，亦都有100萬多寶咧，就各自加落去咧四龍彩同埋4連環嘅彩池度噶，咁都可以話咧就相當之豐富嘅。大家咧不妨咧動下腦筋諗諗佢咯噃。今期咧就會用最闊嘅 A 跑道進行啦。雖然以往呢個田 A 咧就話外檔有得冚下啦，但係咧近期沙田嘅賽事啦，無論咩嘢欄都好咧，都係好似咧內貼前次比較好啲嘅噃。咁再加上啦，今次呢個田 A 咧埋邊咧養咗草咁耐啦，個形勢嗰個場地情況咧應該會比較理想啲嘅。咁所以啦，早段場次啦，應該咧埋邊嘅馬咧都會有啲優勢嘅。睇下到時係咪咁啦噃。今期咧其實個賽事咧都幾精彩㗎嚇。雖然兩場嘅級制賽咧出馬唔足啦嚇，但係咧個形勢啦都幾勻循啦，都有啲馬咧值得搏下㗎。大家都可以到時咧留意下啦，呢一兩場嘅一個級制賽啦，睇下有冇啲新星咧會誕生啦噃。而今次咧我就揀咗一場咧，形勢上咧應該比較咧就單純啲嘅賽事啦，希望可以幫大家早啲啦揾啲馬本啦，就玩下後邊啲大賽事嘅多寶啦。好啦，事不宜遲即刻開始今期嘅重心場次推介。今期嘅重心啦，就揀到第三場4班嘅1200米嘅。呢一組咧，其實一出排位嘅時候咧，都預計到啦，有匹馬咧都會由頭熱到落尾噶啦，就係2號呢匹老班精神嘅。因為佢喺季內咧，其實喺3班啦都一再啦排住個外檔之下啦，蝕住位咧都能夠咧跑得好近嘅。而且啦，佢跑嗰啲組別水準咧都幾高噶。包括啦，即係喺3月同埋4月份啦，都曾經咧就同增強健康快車啦呢啲係3班好硬淨嘅馬啦，都能夠一齊咧就入到即係三甲啦。今次落咗班啦，換咗一批咧弱啲嘅對手，好明顯啦，嗰個實力水平咧係同佢咧就有啲距離嘅。加上咧今鋪咧就抽到一檔，仲要用埋潘頓添，肯定咧就熱到辣手噶啦。不過咧今次佢都唔係話即係冇挑戰，因為咧要孭住135磅啊。而且咧今季其實佢都搏得幾多嘅。但係咧其實暫時咧最叻咧都係跑第3嘅喺今季嚟講嚇。所以咧賣到即係10幾蚊馬咧，我覺得就即係反映晒佢啲條件噶啦，就冇乜值博率咯。所以咧，我覺得呢匹馬就你話三甲咧，我唔反對嘅，三甲一定要預佢啦。但係你話個 win 10幾蚊嘅話，係咪值博咧？大家要諗清楚啦。所以我自己咧就反而啦，就偷下啦，睇下呢一場有冇啲馬咧可以咧試下冚下去啦。其中一匹啦，認為都幾有潛質嘅，就係9號呢隻咧幸運愉快嘅。上場咧先至係佢嚟到香港嘅初出啦，就會跑呢個田草1002啊。排咗11檔，賽前都預計啦，形勢咧都唔會話特別好噶啦。果然啦，出閘之後啦，都俾啲馬啦全程頂咗去3碟啦，仲要望空冇遮擋添嘅。而且嗰一組啦，即係火悟空贏嗰一場咧，嗰個轉彎嗰段咧，其實都拉得幾快下噶。全程咧走住個外碟喺嗰個位發力嘅佢咧，其實佢都係幾蝕下噶，幸運愉快講緊。所以其實去到直路啦，佢竟然可以咧再咧就加速衝翻上嚟，走嗰個第5啦，都算係咧幾有驚喜嘅啦。再望翻嗰一場啦，總場次683啦，跑第2同埋第3名嘅，首度齊來同埋彩虹七色啦，之後再跑啦，都能夠咧就再入三甲嘅證明嗰一組嘅水準咧就有保證㗎嚇。而幸運愉快當時咧蝕住個外碟之下咧，只係輸俾呢兩匹馬咧，就唔夠一個身位嘅啫。呢一鋪啦，最大嗰個變數啦，就係個排檔啦，就內移到去2檔啦。形勢上咧，可以話咧，同初出嗰鋪咧係180度嘅改變㗎啦。嗰場佢就要留前鬥後啦，或多或少咧，因為排咗個外檔嘅啫嚇。以呢次呢個2檔咧，應該可以幫到佢咧跟一個咧就比較有利啲嘅位置㗎啦。
嗱，佢未必快到啦，可以就即係守住啲二三位啦。咁但係如果能夠啦跟到喺魯班精神後邊可能一兩個馬位到啦，咁啊佢有個即係磅位距離啦，同呢隻魯班精神嗱話唔定啦，喺個內檔慳完之後咧，直路咧有機會可以衝上嚟咧挑戰下去嘅。咁啊，既然啦，即係預計佢都會有啲分頭啦，因為即係魯班精神啦都會即係孭晒成個電算機咁滯啦，十幾蚊馬。咁所以如果個 win 啦臨場有大概六七倍到啦，我認為咧可以試下啦，搏一搏啦，又或者買啲二重彩啦，搏扭尾啦，用佢行頭嘅話就會好分好多噶啦。嗱，除此之外咧，14號啊呢匹線路光華嗱，今次用阿妹減磅咧，絕對唔可以忽視啊！嗱，前一鋪啦，佢就落咗5班咧，就贏咗場1200啦。咁當然5班嘅水準咧就比較差啲嘅。咁啊有埋阿妹個減磅咧，贏咧就好合理嘅啫。嗱，上一次咧就上翻嚟4班啦，仲要用翻潘明輝咧，咁啊變相嗰個磅咧只係比佢前一鋪贏馬咧就減4磅嘅啫。咁所以其實咧就可以話雙重加磅嘅意味啦。咁但係都能夠咧就跑咗個第三啦，只係輸俾咧兩隻都幾有能力嘅遨遊波士啦，同埋合夥飛馳啦，兩匹質身馬嘅啫。咁啊演出咧絕對唔曳啊！咁啊喺4班咧都可以話咧仍然都有競爭力嘅。嗱，而今次最大優勢咧就係用翻阿妹減磅啦，只係咩咧107磅啫喎。嗱，比起上次咧用潘明輝咧就減多9磅啦。咁啊加上個排檔唔差啦，預計佢有機會咧可以貼欄自己前面放嘅。頭先講過啦，呢個田 A 咧咁啊去到即係下半季其實咧都係同其他 B 欄啊 C 欄好似嘅，都係好利內貼前置嘅。咁尤其是咧早段場次啦，買邊踩得比較少嘅話咧更加有利嘅。嗱，如果俾阿妹喺前面放順咗嘅話咧，咁啊魯班精神孭住135磅啦，咁啊讓佢成10幾20磅要追佢咧，都唔係咁簡單㗎。咁睇下啦，有冇機會啦？呢隻啦線路光華啦都可以咧，就即係搞一搞呢隻大熱門啊！咁所以咧，我自己覺得啦，即係呢一場馬度咧就2號魯班精神咁啊3甲要預佢啦，個 win 啦10幾蚊咧有得挑剔嘅，咁啊可以敲下兩匹啦，有即係唔錯嘅形勢啦，包括9號嘅幸運愉快同埋14號嘅線路光華啦，睇下有冇機會啦，可以扭一扭尾啦。嗱，其餘再揀落去咧就似一梯隊啦。咁啊，有大概2至3匹到啦。嗱，首先5號嘅金創福威咧，嗱無疑最近2鋪贏馬咧都幾有說服力嘅。咁而且啦，呢隻馬1200米啦，成績咧都好好噶啦。跑6次啦，2邊有個第三嘅。嗱不過咧近2鋪贏啦，都係咧就排住個好檔啦。咁啊沿途一步不蝕之下咧，就叫即係跟住啲前領馬咁啊直路咧，只係追兩三匹馬咧就衝上嚟贏啦。嗱呢一次咧排咗個9檔咧，嗱都未必咁容易可以咧有難噶啦。咁啊可能咧要走住啲2、3碟噶啦。咁啊形勢上咧同近2鋪贏馬咧完全唔同啊。咁啊只係咧就即係最近叫贏開 fit 咁解嘅啫嚇。咁所以今場咧我認為就即係退居第3、4選到啦，要嚟做腳嘅啫。嗱反而有另一隻啦，就個底運咧未睇清楚嘅12號嘅亨企啊。其實我自己一直咧都有跟開呢匹馬嘅。嗱，主要就係見到佢咧大前仗咧，即係初出嗰鋪咧喺呢個谷草啊跑1000米咧，後上跑咗個第6名。嗱，望翻呢匹馬嗰個即係血統啦，無論父母兩線咧，其實咧都係中距離馬㗎，即係跑可能1600啊，甚至1800添嘅。咁所以1000米對嚟講咧，就根本咧就即係嫌短好多㗎。咁但係咧，佢早段落後之下咧，都能夠末段啦追翻上嚟咧，其實只係有落後頭馬妙玲瓏啊、同滿滿嗰啲咧個零馬位嘅啫喎。咁所以其實呢隻亨企咧，我覺得就即係幾有能力嘅。嗱咁啊，上次咧就增程1200咧，我都有揀佢嘅，只不過咧就去到即係跑嗰日咧就退出咗。咁原來發現咧就係左前腿咧不良於行。望翻佢嗰個即係晨操記錄咧，就退出咗之後就唞咗叫3、4日啦，就冇操嘅。咁之後就翻返出嚟啦，有踱步啊，有快跳。咁啊，相隔2個零星期啦，再跑啦，我相信咧嗰個腳患咧就唔係話即係太大影響嘅啫。咁啊，呢幾鋪咧都即係呢幾次嘅晨操啦，都見佢咧都有快跳啦，有拍跳啦，話都冇就住嘅。咁啊，相信咧嗰個健康問題咧唔係話咧太嚴重嘅啫。嗱呢鋪咧
都有個5檔啦，可以咧希望佢跟住個唔錯嘅即係啲中置位啦。咁啊，直路如果開埋邊咧揾到位穿上嚟咧，有機會啦可以爆到啲冷門嘅配腳嘅。咁所以12號亨企咧今次增程易諗啦，兼且咧由谷草轉嚟田草啦，直路咧比較長啲好追啲咧，咁睇下有冇驚喜啦。咁所以呢一隻啦一定有得分㗎啦，咁所以咧唔好留低佢啊，要拖㗎。嗱，其他再揀落去咧，可能要數到嘉運發㗎啦。嗱，無疑7歲馬咧，肯定係退步咗㗎啦。咁啊，上次咧其實個形勢上啦，用埋黃志雲減磅啦，都係比較好跑啊。咁但係翻到嚟咧，都係只能夠捱到個冇威脅嘅第4名啦。咁你話喺呢一組度咧要贏，甚至入 Q 咧，我覺得都比較問啲㗎啦。咁最多咧要嚟諗翻啲3、4名啦，要嚟做啲3型彩配腳嘅啫。嗱，最後提一提啦，呢一場咧就有3匹嘅初出馬啦，6、7、8 3匹咧。咁啊，望翻佢哋嗰啲血統咧，好特別喎。3匹馬咧，其實咧都唔係短途馬嚟嘅。咁啊，尤其是即係6號嘅當家精彩咧，其實咧佢嘅父母兩線咧都係啲咧跑開即係1600啊嘅馬以上咧嘅路程先至啱嘅。咁所以你話初出跑1200，仲要排埋13檔咧，都唔係咁容易咧可以克服嘅。咁啊，其他2匹啦，7號嘅起碼同埋閃電戰咧，亦都咧唔似係短途馬身形啊，都比較瘦削啲啦，同埋啲翻步咧比較慢嘅。咁我預計啦，6、7、8呢3匹咧就喺呢一場度咧，唔會話帶嚟咧太大威脅嘅啫。咁啊，即管咧睇下你點樣跑先啊。好啦，嗱呢一場嗰個形勢分析咧，大致上咧係咁多噶啦。咁啊，總括而言啦，咁啊，我認為可以揸 win 嘅咧就3匹啦，包括2號嘅頂頭熱門啦。老班精神，另外冚下佢嘅有9號嘅幸運愉快啦，同埋14號嘅線路光華啦。咁啊，再揀落去第二梯隊咧，就有5號嘅金創福威啦，另外12號亨企，再諗埋咧4號嘅嘉文發。咁啊，係呢6匹嘅啫。咁啊，點樣買法咧？睇下真飛投注策略啦。嗱，喺今次嘅第3場度啦，咁我嘅3匹嘅核心範圍咧就包括2號老班精神、9號幸運愉快同埋14號嘅線路光華嘅。咁就先買啦3匹互穿嘅鐵三角連人位先啦。嗱，另外啦就買多注2重彩啦，咁就指定啊大滿2號嘅老班精神就排第2啦。咁啊嘗試扭一扭尾啦，咁啊用9同埋14咧就行頭，可唔可以咧就換到啲賠率翻嚟啦？咁啊最後咧就買多注單 T 啦。咁啊始終如果你係3甲嘅話咧，都係啊老班精神就穩陣啲嘅。咁所以咧就用佢嚟做膽啦。咁啊，除咗拖94咧，就掕埋啦4號嘅嘉運發、5號金創福威啊，同埋12號嘅亨企嘅1拖5嘅總投注啦，就係300蚊嘅。大家如果中意條片嘅話啦，好歡迎喺下邊俾 like 同埋留言，因為啊，你哋嘅支持啦係推動我繼續營運呢個頻道啊最大嘅動力嚟噶，多謝晒。嗱，其他場次心水啦，我就會喺星期6嘅深夜啦，登喺 YouTube 嘅社群分頁度嘅。大家啦都記得喺嗰邊俾 like 支持咯噃。好啦，今條片就講到呢度啦。咁啊，提多一次啦，禮拜日嘅夏令賽事啊，頭場一跑咧就係4點鐘嘅。咁啊，下次咧再同大家傾過咯噃。祝大家星期日贏多啲，拜拜。